农场主在寻找丢失的牦牛时，意外发现了可吞噬万物的黑洞。怎么个事儿？我已经不做大哥好多年了，脑血栓的后遗症导致我现在也打不动响指了。但为弄清楚牦牛丢失的原因，约翰还是将手缓缓伸进了黑洞。也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看到了妻子正在和自己打招呼，还有2个儿子童年时的模样，一切又是那样的真实。意识到危险的约翰马上停止了自己的作死行为。等回到家后，发现幻境里所见的场景竟然再次出现，这让他感到更加的毛骨悚然。怀着对未知事物的恐惧，竟然愚昧的想用铁锹挖土填满黑洞。可当体会到自己的无知后，气得他连铁锹都扔了进去。既然填不满，那就找东西把它盖上。可这些方法都无济于事，帆布也被黑洞吸走了。就在他觉得赔了铁锹又折了帆布时，丢失的牦牛竟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，背上还多出2支古老的弓箭。但很快他就能体会到黑洞的用处。约翰的大儿子乔治与隔壁农场主的儿子发生口角，言语间对方嘲讽他妻子的离家出走，就是为了给他定做一顶合适的绿帽子。这句话彻底戳中了乔治的逆鳞，一记重击打在了对方最脆弱的部位，结果就这样顺理成章的成了杀人犯。惊慌中，乔治把尸体带回了农场。约翰得知此事，拿着电话犹豫徘徊了许久，最后决定替儿子承担下一切，正好借此机会将尸体扔进那个填不满的黑洞。看到尸体慢慢被黑洞吞噬，心中的石头也总算落了地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就会发生。而手电强光的背后，竟是白天来农场采风游玩的怪人。女人质问约翰是否知道黑洞的来历，把尸体扔下去是为了验证什么吗？看到约翰惊慌迷茫的表情，女人问对方是否听说过希腊神中的克洛诺斯，他曾用一把镰刀割开了一个大口子，从而将世界分成了2部分，一个是已知世界，另一个便是未知世界。听完这些，约翰更加的蒙圈了。女人再次问他还有第3人知道黑洞的存在吗？当得知此事没有外泄，对方突然将约翰推进无尽的黑洞，但约翰并没有死，他竟然回到了自己的农场。可诡异的是，如今的农场已经被军方用重火力控制，而曾经熟悉的居民现如今正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。此时，约翰的妻子不可思议地走过来。You died 2 years ago. You died in my arms. 说完便把脸靠向约翰的耳朵，小声地说着让他赶紧撩。还未等约翰想明白，死者的哥哥就突然拿枪向他射击。约翰躲闪不及，大腿中弹，于是他第一反应便是再次跳入黑洞。一阵大雨将约翰惊醒，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又再次回到了原先的世界。